人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大港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袁娜。大家咧做学生仔的时阵，一定拢足讨厌考试的点。我嘛是，逐摆考家己拢考袂好，所以我就学会晓一步。偷看，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偷看。偷看汉字写作偷看，罗马字写作偷看。偷第一条，看第三条。考试偷看就是一般咱咧讲的作弊。作弊的步数毋若偷看，阁有等纸条啊、拍暗号、洗目尾等等。不管用倒一款步数偷看，拢是敢若咧做贼的行罪。咱千万唔通学这款歹习惯，若无细汉偷挽牛，大汉就会偷牵牛。唔通想讲做歹代志无人知，啊若少年未晓想，食老就唔食样，死狗犯法，互人掠去关。你反悔就想活，一世人就乌有去啊！人讲一枝草，一点露，咱若肯拍拼，就会出头，就是人讲的天公疼憨人。台语内底，甲准备考试有关系的俗语，亲像人讲三日无留八上秋，留有复习。中伏的意思，规句是讲真久之前有读过的物件，过来拢无搁再复习，就袂记啊。一日走拍拍，一暝点灯拿。走拍拍就是拍拍走的意思，灯拿就是较早咧用的一款油灯。安尼一天到暗拍拍走，到暗时才点灯啊火咧车拼。加桥到，才要白卡共款，意思拢是讲，平常时啊，搁佚佗，要考试啊，才拼暝工，迄阵已经袂赴试啊。复习、偷看、等纸条啊、拍暗号、洗目尾。细汉偷挽牛，大汉就会偷牵牛。三日无留八上秋，一日走拍拍，一暝点灯拿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